解封有真侪乡亲收定出国去游览，其中去日本的上济，这个热点嘛引起后续的效应。中国文化大学推广部表示讲啊，最近有真侪人想要学日语，甲2个月前比较起来，学51个人是增加1倍。日语专家表示讲，若要去日本佚佗，日语比英语较好用，建议大家学淡薄仔基础的日语。30秒日语测验，你会晓几字？简单的查甫查某自我称呼，敢是互你感觉无飒飒？无要紧，科技真发达，翻译机真好用。提前想要去日本耍的你，嘛是爱有淡薄仔心理准备。基本的日语嘛是爱捌一撮啦。那在疫情期间呢，因为懂英文哈，或是懂中文的这些语言人才呢，其实都另谋高就了哈。那现在一下子解封，比较没有办法马上就找回来，所以蛮多人遇到在日本哈，就是遇到讲英文哈，那可能这个服务人员马上就落荒而逃啊，或者是马上就回去搬救兵的状况哈。就和已经去日本耍的网络明星视网膜，把伫咧咱们市顶分享，带几若间连锁饭店，柜台人员的英语嘛真好。啊，临时票伫咧咱们市，都讲到含有名的饭店，嘛无人会晓唠英语。临时票就伫咧咱们市顶分享伫咧日本旅游拄着问题，点出服务业的语言能力。讲伫咧日本，若无什么爱听雷，都要学淡薄仔日语。就是要旅游，或是要观光，或者是要求学，或者他要就职为主。这个日语的一个学习的需求量确实是有明显的成长哦。就是以去年度的比例来看的话，我们是突破了100%。就是2倍的这样的一个比例。讲正实的，毋是日语、英语、欧语系语言，过去2年疫情，开的班级减7%，这摆有明显变济。看起来边境解封，除了观光的经济变好，嘛带动别个相关产业的生理强滚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